强烈大陆冷气团到地，即马全台湾真侪关山拢已经降到0度以下，包括玉山的北峰甲嘉明湖步道，即马拢落雪。也那合欢山的本岭，嘛有真侪人去哩想要来看雪。气象专家是提醒讲，伫1月13的时阵，这透早也阁有一波降温，可能是来到寒流的顶级，所以提醒大家千万得爱穿好烧。汽车甲细电仔装起哩，一台接一台上山，一大堆警察无用在做交通管制，因为强烈冷气团发威，本岭阁落雪啊，真侪游客抢要来看。我们今天想说，小孩子第一次来看雪，不过让我们遇到了，很开心。目前积雪已经下到昆阳停车场附近，所以我们已经开始执行挂雪链管制。游客有够痛，用雪做一只鸭，甚至有人前一暝就来啊，总算是看到银白世界。另外一边有山友分享讲，登玉山的主峰步道已经积雪差不多2公分，玉山的北峰对早起7点20就开始落雪，天顶看起来拢大蒙，边仔的树啊各结一层冰，正因为白雪是一直在落。伫东部的嘉明湖，前一暗就出现雪一直落的景象。到早起8点，雪愈落愈大，已经变做是落大雪。目前嘉明湖的山屋已经换做一片银白，积雪2公分，真水。几点就到我们的收费站票口？差不多12点半左右，可以体验一下这个0度以下，还蛮特别。有游客半暝就对家人落南，希望会能看到宜兰太平山落雪的景象。虽然讲温度有到零下1度，不过因为水汽无够，无落雪也是落米雪，敢若一寡树丛表面有结树挂。今日大陆冷气团持续落南，全台气温降，北部东半部上寒，到早起10点半，温度上低温伫新北石碇啊7.9度，搁有苗栗大河8.3度，新北5各含富贵角是8.5含8.7度，拢伫10度以下。气象署搁针对台中、彰化、南投、云林、金门发布黄色灯号的低温特报，搁有嘉南、台北、新北、桃园、新竹县市、苗栗、宜兰发布柑仔色的低温特报。是在12号深夜到13号清晨，有非常明显的辐射冷却效应。我们预计有蛮多的地方在今天都会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。气象专家吴德英嘛提醒13日透早，恐惊会出现一波5度左右的极端低温，台北车站阁有高寒流标准的几率，若是要出去一定要注意保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